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支。江中人无限的时间有多诶，睇苗栗南庄太南埔一群后生人整嘅太南埔农村办公室，每天嘅时间办4天体验。唔单止安尼，亦能创入 CSA 社区支持性农业的概念，招募活动，希望请消费者来支持农业生产，同农民共下分担生产风险。共下来看下，亦能很用嚟做嘅。沙钓鱼的春天，当喺苗栗地区准备4天的时间，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诶，啲老人家带两盒来北港，准备开始营业的洗头。有50个学生诶，来安尼南埔吧，来4天，种出来嘅好农好摩托嘅各种台南生活啊，台南生活各种。喺落田前，工作人員拿定一團團嘅烏馬力，發本學生嘅來做，將破皮軟肉嘅都市細人嘅會觸到。因為他這時候有修耕過田，它的草很大，有草根的那草根硬的，怕你踩到或者是刮到了。老江中人小學條學生嘅唔是鐵腳，韓國夏天係東部嘅。年輕人夏天很好吃的，這時候很好呢。田裡面有補，真的哦，不健康的人都會變健康的腳啊。不過，就算老江中人經鼓勵，正見落下雨嘅時節，有啲人還係腳帶扭扭，行啊行咧。加油加油，就是踩下去的，就是不要怕，太冷，不可以怕，太冷，太冷。人哋人就只會田橋度，那啲長悠悠嘅樣嘅。3D 一樣嘅做儀式，老江中人用自己10年嘅經驗來開始教。要多深？這可以。這腳要前後腳了，不要平平的，平平中間你拉吃不出東西來。中國這邊來哈，腳要頭擦一下，翻過來哈。好，你看哈，哦，中國後來的時候，我們腳就過來。移一下方位，就像我們腳掌這麼大，移一下就不要拉太大，這個會太寬，拉太小。就是有一種踩在土地上很安穩，然後會讓人家更愛這個土地的感覺。因為就覺得自己實際就是下來插秧，會覺得就是知道我們平常吃的白米飯是從哪裡來的，然後知道農夫為什麼會很辛苦。我覺得插秧的感覺蠻好的。可能今天天氣也不錯，然後腳踩在土裡，去拔那個大自然的東西嘛，然後做這個動作很簡單，但是覺得心情很平靜。太南埔係南莊老山灣嘅隔結，像前個2、3年嘅西莊頭，因為地殼平弱、水當少，所以南莊嘅重要谷場，啲下無4天嘅時節，大概江中人限制咗學外4天。我平常一年差唔多個4樣課題，平常一年啦，因為是啊，2課題啊，一格當6公斤只得20台，專門用人事咩睇過啊？我14歲我都會試。因為一樣，搭3年4天，但是就獨強，家家戶戶啲建工嘅時節也會完工，總統還是辦過4天比賽。頭擺唔攀得搶嘅，冇錢啊！我當時，做很多，我是你講來兩講，我是兩講，做大度咩？療養咩？飛牙都起來療養啊！都牙事業，你就同我來療養啊！佢講歪啦，我睇下都見到嘅，看埋下歪啊，看埋下腳，看埋辦下車啦，並唔免埋個比賽。唔過到一刻。總統係後生人，但是細隻嘅；江中人，但是係老人家。要按到後生人共下夏天，正見係一小看到嘅畫面。故所上嘅一道總統嘅人來看，主辦活動嘅係一群大學生組成嘅太南埔農村辦公室。農村啊，從起以來吼，都本政府按有答案，
农家呢，虽然依然唔是去加工，佢说规只农村咧，其实望人去设想讲农村安样嘅发展，农村有只断层啊。佢说还有嗰条特殊嘅后生嘅，如果想都在农村啊，用整体去规划讲农村安样发展较好。故说唔係今日體驗試田就好，發通結束過後，一秋天也係有一群後生人來顧。一時之間很難說服其他就是當地的農民說，這為什麼要去弄這個新品種來種？就是他們可能會覺得不安。我們想說，好吧，那我們就自己跟老人家租田來種。做啲4年前，太南埔農村辦公室嘅成員做咗小隊做幾隻種田嘅生意調查，研究係個天數行業，將喺早期我受到日本嘅分種茶一條農產品，同時也學農村嘅文化，由眾多嘅老人家學當土農。土農的文化這種事情，它就是拿來磨米的嘛。那如果我們不想要讓它只是成為留在博物館裡面的化石，那要讓它繼續運作的話，我們得要有一個方法來讓它，就是讓它的存在仍然有它原本的價值，而不只是在擺在博物館裡面展示。因为文化其实要有物质基础，要有产业去支撑，这样有办法文化，这样有办法传承。望抢台北老人家扎查冲山歌，你还无查好走的啊？其实冲山歌是抢表演那样啊，去电视台那个老年大擂台，系啊，用他做他冇意思啊。文化迄都神化地度的，种有那种文化，冇做喺表演，冇做喺博物馆，系啊，继续下打手。故所以你想爱老规则嘅产业规划转来吼，按用嘅文化，你懂宽中嘅文化，这样办法传下去。你知道你是谁种你的粮食吗？那你又知道它是怎样被种出来，然后怎样被加工的呢？就是因為按入太南埔農村辦公室，想要從農產業開始，除咗拍農事體驗發通以外，也帶入 CSF 沙期支持型農業嘅概念，希望做嚟倡導消費者去支持農業生產，讓農民更加分擔生產嘅風險。它最理想的概念是，可能是幾個消費者支持一個農民。那支持的方式就是用長期的，比方說像是有點像類似像契作的方式，在它生產的之前，就是消費者就先支持他一筆錢，然後讓他去生產。那假設如果說今天遇到了就是天然的災害，然後作物有什麼損失的話，那就是消費者跟生產者去共同去負擔這一個成果。將一條貼會用摩托嘅方式嚟做。做安算來潛意識嘅角度，做特殊成過後，但係嘅工業大概角度遲嘅米以外，管理嘅過程也會抽幾地區來參加，來認識工作。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我們也會邀請他們不斷持續來參與我們的生產過程，包括說除草，就今天第一次是插秧，然後接下來就是除草。那甚至是我們接下來會有其他的菜園，然後也會讓這些股東們然後去摘菜等等這些東西。它收成可能不好，但是我們可以保證它是好的食物，這樣。對，可能1分地種出來，就人家收成了1半，那無所謂啊。三分太嘅小港鐵，半日圈後生意按做阿法鐵，就算有一條條堅強嘅樣嘅，係啲唔踩腳步試下嘢。不過佢哋相信，有老工種人按到經驗嘅帶兩盒。只要冇放棄填橋，天初地嚟到抗擊要健忘嘅無餐。